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4月7號，我係 Anna。經過荃灣飲平價特色泰式下午茶，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Let's go！ 就係呢間 The Slot 下午茶有39蚊嘅泰式炸雞髀套餐。餐廳嘅佈置呢，幾有東南亞泰式嘅感覺，幾有熱帶風情。今日就係叫做呢個39蚊大隻泰式炸雞髀加紅豆泰式奶茶套餐。呢個紅豆泰式奶茶呢，茶味適中，紅豆又唔太甜，幾好飲。泰式炸雞髀呢係新鮮炸起嘅，但係就要等啲時間。外皮呢炸得好鬆脆，用泰式嘅醃料調味呢調得啱啱好。裏邊嘅雞肉呢都好嫩滑同埋 juicy。連家食咗43蚊嘅下午茶套餐，超值好味。43蚊呢個下午茶車仔麵呢，可以揀2個餸嘅。今日我揀咗越南炸肉、牛板腱配怡寶清雞湯檬粉。炸肉爽口，牛板腱都煙韌，清新好食。連家食咗47蚊嘅下午茶套餐，超值抵食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